后来继续来看国民党中正万华区的立委参选人，也就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，伫个昨举办的造势活动，讲出互人会着惊的话语。伊讲网价世界拢是流英甲流浪汉，即摆是转角就拄着假。讲即款的话引发着争议咯，所以钟小平今仔日改喙咯，改做转角就拄着仓。伊讲伊会安尼讲，是提出着立委的政见，希望会当来解决着流英甲流浪汉的问题。来到警察局的门口，要求分局长细编农业部各网页的侦办状况。国民党中正万华区立委参选人钟小平锁定人身议题，攻击执政党。除了美中央动作真济，钟小平嘛积极办造势，拍知名度。小平，钟小平。虽然请到党主席朱立伦到徛台，不过钟小平后晚会造势现场，规场拢无看共产会议员应晓薇。另外一个党籍的议员郭昭贤，嘛敢若出现一群啊，那也雷波，敢若要有错散的性格。郭昭元想来，我们是非常感谢。你看他脚包一大包，但殷小薇我们还要再继续，我们要请他来，他没有来嘛，我们要继续沟通嘛，团结才能胜选。目标整合党内势力的同时，一向真敢讲的钟小平讲话嘛得爱势力。以前万华有钱叫转角遇到爱，现在流英，然后流浪汉到处都是，现在是转角遇到鸡啊！后晚会造势现场，钟小平这句“我甲当着鸡”，马上和对手每个变鬼。说这种话的人，我是完全的藐视。用鸡来形容从事性工作者，这是非常粗暴的语言。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候选人在造势场合上践踏自己的选区，污名化自己的选区。阿扁废掉公章，就整个乱窜的，毒蛇猛兽。我愿意更正，叫做转角遇到仓，仓是个名词啊，这是要解决的问题啦。我们选立委的政见之一啦。虽然改嘴，而且强调是讲立委的政见，不过到底是恢复网界公平，也是复制地居民心肝冷，选民敢有要甲信到，阁是一个大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